第25课，大先求上帝的国。今仔日咱要继续读耶稣伫山顶所讲的教示，就是伫马太第6章19节到34节。耶稣讲：无得这自在宝伫世间，有虫甲蟀下脚歹，也有贼仔也空头摕。独独为着家己这自在宝伫起面。虫甲蟀无拍歹，也无贼仔也空头摕，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有时人要问讲，安怎袂通伫世间甲天面中这自在宝？好行人比善良人较有机会通做好事。耶稣有甲咱解答这个问题，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。因为伊会怨恨这个，疼这个，还是会对重这个，看轻这个。恁袂通服侍上帝，煞服侍钱财。咱若要试看卖咧，咱得亲像人讲，双脚踏双船，到尾着沉沦。所以耶稣第25节有讲：我甲恁讲，你们通看入恁的性命。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也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。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里面，也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衫裤。耶稣第31节也讲，唔通看路讲，阮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。恁的天父也知影这的拢是恁所欠用的。独独你着大先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就这的物拢要煞互恁。有济人因一世人为着财宝来打拼，忽略耶稣伫遮所讲的教示。有的人讲因有疼耶稣，毋过忽略伊的教示。耶稣讲因是戆人。伊讲若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伊无一世人为着财宝来打拼，因为伫世间有虫甲蟀下脚歹，也有贼仔也空头摕。咱若到较老的时，就知影咱单单接住财宝袂通互咱满足。有时虫也是蟀下拍歹咱所接住的，也是贼仔来头摕，也无一定。毋过有一项代志，人一定会拄着，迄就是死。人若死的时，虽然有这座真济财宝，总是连一项都袂通带去。若单单安尼，人只有为着家己这座财宝，到审判的时，上帝要甲伊讲：你是戆人，你知影世间有真济欠缺的人，你这座财宝。拢无帮助因，人若忽略世间的欠缺的人，上帝的确要定因的罪。恁若这座财宝伫起面，咱的财宝永远袂无去，因为伫起面无有虫甲蟀，也无贼仔来偷摕。因为安尼，耶稣讲，着这座财宝伫起面。耶稣讲。唔通为着这世间所有一切的物来看路，唔通为着要食什么、要穿什么来看路，拢唔免看路。恁着我靠恁的天父，伊知影恁的需要，也要照安尼互恁。所以唔免为着明仔载看路，恁为着明仔载看路，也是无路用。到明仔载，上帝会帮助恁。恁若有信心，唔免看入明仔载的代志。今仔日的艰苦，伫今仔日就到遮。